咪，你们觉得哪一件比较可爱啊？彤彤姐姐，这衣服这么小件，你应该穿不下啦。对啊，这件太小件了啦，彤彤姐姐你不能穿了。哎呦，这个衣服不是我要穿的啦，是我要送给姐姐的，因为她快要当阿妹了哦。所以这是要给 baby 穿的啊？那是弟弟还是妹妹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姐姐怀的是谁来还是谁妹我说谁来就是男生，谁妹是女生。那就2件都送吧，说不定会是双胞胎哦。双胞胎？那谁来跟谁妹一起来，好酷哦！那彤彤姐姐，你带我们去看看小弟弟和小妹妹啊。好啊，可是还要再等1个月哦。还要1个月，这么久啊！少来了，谁来？男生，谁妹？女生。彤彤姐姐，你在看帅哥吗？你看好久了耶。不是啦，我在看 C 莫耶的照片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这个妹妹怎么没有头发？你确定她是妹妹，不是弟弟吗？小蜜，刚出生的 C 拉 C 莫耶都没有头发啊。不过你看，她的眼睛圆滚滚的，好可爱哦！哇，真的好可爱耶！长大以后可以嫁给我吗？不行啦！为什么不行？我很帅哎！哎呦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啦！谁来？谁么？这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张来了。